西班牙卡球协会前主席卢比亚雷斯，2023年是一个颁奖典礼硬甲女球冠军。这高等法院将是判性侵害成立，罚18000块欧元，好代票37万。要若是另外一条强制罪，这法院是判无成立，民众不满就加抗议。因为被指控无经过对方同意，伫咧2023年女子卡球世界杯颁奖典礼，经西班牙女子卡球球员阿尔莫索、西班牙卡球协会前主席47岁卢比亚雷斯被指控性侵害。西班牙高等法院伫咧20判罪名成立，处18000欧元的罚金，大概是代票37万，并且禁止其进入阿尔莫索200公尺范围内，也个禁止伫1年内甲伊联络。另外，就要赔阿尔莫索3000欧元，差不多是103000台票。因若强制罪是无成立，因果若是甲检察官的起诉，性侵罪1年监禁，强制罪1年半监禁，法官明显是判较轻。有西班牙民众知影消息了，伫咧路下喷漆造壁抗议判决的结果。Fatal. O sea, me ha parecido que seguimos viviendo en un patriarcado y que los jueces, como son hombres, incluso mujeres, son muy machistas, muy machistas. Continuamos siendo machistas en una sociedad que la sigue dominando el patriarcado absolutamente. 同一个案件，还有另外3名被告，包括前国家队的主帅、现任西班牙卡球协会的体育总监，还有营销主管。因被指控强迫阿尔莫索成立是家己愿意被禁，涉及着向阿尔莫索甲伊的亲友施加压力，法院是裁定3个人无罪。这件代志伫西班牙正受注意，卢比亚雷斯被迫请辞。西班牙平等部讲，法官的判决已经证实，无经过人同意甲人禁，会当构成性侵。No se puede revictimizar a la víctima y en ese sentido creo que es un avance y es una sentencia que deja claro que nuestra ley es una buena ley, es una ley que protege a las mujeres frente a las agresiones y que el consentimiento, y esto es lo importante, está en el centro de una relación. 不过卢比亚雷斯拜二伫咧法庭讲，伊认为阿尔莫索伫咧上台领奖的时阵。已经同意予伊禁，并且否定事后对伊施加压力。卢比亚雷斯的律师也讲，会对性侵罪判决提上诉。公司新闻张伟林报道。